因，我为你别连理，心间两路两富贵。Hello， 晚上好哦，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以及我们的这个JOE 大大呢都非常非常的准时哦，甚至呢，我们的JOE 大大已经抢了好几次的头香了。那也感恩呢，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每天晚上的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欢迎我们的这个怒明，欢迎你上来。这个字应该不念怒了哈，抱歉哈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这个字念树啦哈，欢迎我们的树明，然后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欢迎我们的周一大大，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我们的树明，以及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昨天睡着了没关系，因为呢昨天是我们的礼拜日，所以说呢昨天没有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梦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有好多我们的新朋友欢迎大家。然后呢，我们的新朋友我也都先帮你们关注起来哟，我才会记住你们哦。所以说呢，我都先帮你们关注起来。所以说呢，如果说有看到这个呢直播主呢关注你们哦，不用担心欢迎我们的 Family， 我们的 19W 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我们先听个一诺打今日的 CD 专辑一下，等一下呢就来跟大家唱个我们的东马调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广播电台呢，主要在推广戏曲文化，然后呢会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小知识哦。那呢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歌仔戏曲调的都马调，也就是呢我们电台的歌曲哦。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都马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精彩。内容知识当时行，先知则袂先行行。片段古涵广播予恁听，祝你收听古涵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也欢迎我们的策者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大家晚上好，欢迎我们的追忆大大，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我们的树明，我们的伟成，以及我们的梦然，我们的 Family 大大，还有我们的策者哦，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哦。我来念一下策者所跟大家说的哦。策者说呢，这个人间美味祥和之心，幸福在人间的优渥，在这个时间点的美感姿态祥和，腔调的温暖，展现每个人的胸怀。无论呢公司，无论家里，无论角落，虽然呢每个人呢我们都是非常的亲近的，不管环境的恶劣，我们都能够呢无挂碍，无恐惧。然后呢，可以说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呢，可以温暖的带动哦。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策者。哇哦，感恩我们的心树师兄哦，哇，真的是帮我做文化的推广。他说呢，这个雨涵台湾戏曲文化歌仔戏进来的朋友，请记得订阅、按赞哦，感恩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心树师兄。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跟大家讲呢，明天的天气哦。我们台北地区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20%左右。那呢，这个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0%哦。但是呢，这个台东地区哦，一样在这个20%左右。所以在这个北部的朋友啦，以及东部的朋友呢，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哦。那雨涵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节目，不论是戏曲文化，甚至呢新闻的小知识，以及呢跟大家讲一下天气哦。别忘记哦，先帮我做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不论你在你的脸书以及 IG 还有这个赖群组哦。完蛋了，这个休息2天呢就会开始大忌哈。为了呢开始大忌了哈，那呢我们先来唱个歌曲。刚刚呢所跟大家唱一下我们的都马调。那呢我们歌仔戏的传统曲调呢不外乎这个7字调哦。那我们来听一下7字调，在我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7字调，在论身份以及地位。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故事哦。欢迎聆听7字调。世上何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今日阮亲属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在这里呢，你可以听到这一首7字调哦。
跟我一般来讲呢，我们所听到这个新行北北照三关，该话受益会中玩有所不同。那呢，这个在我们一路打进去的 CD 专辑里面呢，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哦。尤其呢，在我们专辑里面，这个男女角色这个驸马角色以及公主角色呢，两个角色呢，都是由今天的主持人，就是钱蛋雨涵来所唱的。为什么叫做钱蛋呢？也就是呢，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我们的钱蛋哦。那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来念一下呢，我们策者所跟大家说的哦。他说呢，这个月呢，每人这个补发1万啊哈，我看成补花哈，我想说为什么要补花哈？补发1万哈。那呢，千万呢要到银行或者是呢到这个邮局呢去领取。如果呢有人打电话给你请记得不要说呢这个被这个诈骗集团给骗走钱了哦。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呢财务的安全。没错，像这种电话呢有这种什么 Who Charge 还是什么的，还是 Who's Call的这样的软体这样的 APP，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要记得去下载一下这个防诈骗的这个软体才不会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呢就被诈骗走了哦。感恩大家，欢迎我们的 WISS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今天的主题呢叫做被抵制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哦？等一下呢会跟大家聊这件事情。那呢被抵制不是我了哈，被抵制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知名超市哦。那呢等一下呢在讲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个不要写出来这间超市的名字等等之类的，我们大家心里知道就好。甚至呢如果说呢有人不知道大家也保护自身的安全。你如果上网查这个抵制呢，你大概就知道说是哪一间知名超市被抵制了大家注意自身的安全虽然呢设定这样的主题呢有点小小的危险，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呢跟大家小聊一下下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新闻今天呢这个北市的新闻在这个台北地区的古亭分队因为它原本的地方呢在做这个施工重建，所以说呢改到这个桥下的地方这个古亭分队呢暂时改到桥下。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圆环拆掉之后呢，这个桥下呢是上下班时间非常非常的挤，除非呢就是要透过这些义警朋友帮他们开路这个古亭分队呢才可以非常的顺利。但是你当然也知道在紧急的状况下大家是不能等待的。不管是我们的救护车啦，我们的消防车啦，甚至我们的警车啦，其实说实在的，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呢我们都应该呢赶快让出位置。但是呢因为它在桥下嘛，所以比较不方便一点点。但是这个重建的位置呢一建要建10年这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北市有很多的不管是议员甚至呢政府官员呢也在商讨这件事情看要怎么做呢会比较好一点那讲到呢我们不管是消防队甚至呢救护车等等之类的，不论是火警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个灭火器。那呢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这个新闻呢，有关于基隆，也有关于灭火器，等一下来跟大家继续讲下去哦。
在这个基隆地区呢，有很多的巷弄哦，为了呢让民众万一有一些失火的意外的时候啊，比较安全一点点，所以呢存放了很多很多的灭火器。但是呢，这些灭火器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呢，没有定期检查，所以说呢，很多因为基隆嘛，常常下雨呀，然后呢又靠比较海边的地方，所以说呢，很多都生锈了。那今天呢，也有一支灭火器它自爆，就炸开了。那呢，就发现说呢，其实基隆很多的巷弄里面的这样的灭火器呢，都锈蚀掉了，都生锈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住在基隆地区的朋友，你家后面是否有这个灭火器啊，这个防火巷啊？大家呢都请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呢，有这样子锈蚀的问题呢，也别忘记去找你们当地的里长啦，甚至消防分队啦，去给他们做个提醒哦。大家互相做个提醒呢，赶快来修正这样的问题哦。欢迎各位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中，在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的过程中呢，都能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可以让你吸取到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新闻的小知识哦，可以说非常多元的电台。那呢，我们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有在做直播节目，那大概呢都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咯。所以呢，大家把握这样1个小时的时间，想跟大家问答什么，想要呢大家线上做什么互动呢，都可以呢线上跟大家做个聊天节目哦。那呢这一台呢，就像我们的 WISS 大大所说的，就很像呢你在听一出这样的 Podcast 节目哦。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来聊聊我的生活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先来唱一下歌仔戏曲调，我们的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聊聊故事哦。没错，如果你有看到救护车啦、消防车啦，甚至警车呢，要记得做礼让哦。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来谈论呢，这个博爱座现在改成这个优先席。那呢，你觉得优先席是谁可以坐呢？那今天也发生一则新闻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歌仔戏曲调《花娇宴》以及《良夜之歌》，欢迎大家。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跨失无留。为爱多子给拜寿，连连心上老优秀。
边水，天配乐观天破意，我嘅悲在孤单，不买回过。这个歌仔戏曲调呢，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什么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我相信呢，线上朋友哦，听过我很多次的解释。那知道的朋友呢，在底下给我们做个留言呢，告诉我们呢，什么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咯。那呢，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2首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是非常娇蛮的公主呢所出台唱的歌曲。她的呢这个老公的爸爸，这个郭子仪哦，70大寿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哦。这个假病在家呢，故意呢不去给她拜寿哦。所以说呢，非常骄傲的个性哦。欢迎我们的彻哲以及皮基呢小蘑菇哦。我们的庆顺说呢，你是大陆人吗？不是哦，我是台湾人哦，我是台湾的这个台南人，是我们的南部地区啦。所以说呢，你所听到的这样的曲调呢，是因为呢我唱女生角色，而且呢她唱的比较这个娇蛮个性，所以听起来比较不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彻哲说呢，这个呢延长线如果久了呢，要记得哦给它更换一下，以及呢这个如果像这个电线走火了非常的危险，因为呢大家都在沉睡当中哦，没错。所以说呢，如果家里有用电比较凶的，甚至呢延长线哦，都要注意你的安全咯。然后呢，等一下呢，再来念一下以下的留言哦，因为呢，我看到我们的 RABB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以及我们的庆顺说呢，他是屏东的小琉球哦，哇，这个小琉球哦，好想要吃这个麻花卷哦，请问我们的庆顺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帮我们进这个麻花卷哦，寄来台南哦，让我吃一下麻花卷。开个小玩笑因为这个呢，小琉球的麻花卷哦，非常的多间，尤其呢，像我知道的这个龙赞呐，真的有够赞，真的有够好吃。那呢，当然也有其他间的这个小琉球的麻花卷哦，也非常的好吃。那呢，我去过小琉球1次哦，真的是还想再去哦。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说呢，这个淑芬姐还没来哦。对呀，她这2天呢都没有上来哦。对，线上人数呢越来越多了哦，欢迎大家哦！别忘记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做直播节目，不只可以听到戏曲知识，也可以听到今天的新闻，以及呢，这样的天气哦，明天的天气。所以说呢，我为什么会直播呢？因为呢，我在推广这个歌仔戏文化，这个戏曲文化哦。那呢，我有出 CD 专辑，也有到我们的日照中心做服务。所以说呢，如果订阅的朋友呢，别忘记进去里面的影片逛一逛。如果有这些日照中心的影片呢，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因为呢，这一些督导呢都会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是否有认真观看我们的影片哦。所以大家别忘记哦，如果进去呢有这样的这个影片呢，日照中心的影片，别忘记哦，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多多的留言给他们按个赞给他们一个称赞哦。你喜欢歌仔戏哦？哇，小琉球呢非常非常多的歌仔戏团会去演出哦。以及呢，我们的小蘑菇呢，延续刚刚的新闻所说呢，看到救护车呢以及消防车马上让步就对了，没错，这样子呢，大家有了这样子爱心呢，这样子才是我们的善循环，感恩我们的小蘑菇。以及呢，我们的策者呢也有跟大家做分享哦。他说呢，言论的歌喉以及美感呢的姿态，在心中开化的表现，让人陶醉哦。哇，想不到呢，雨涵电台哦可以让大家陶醉，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哦。唱新卡北北当然可以等一下来补唱一下哦。那呢，让大家陶醉在这样子美观优渥的时间、美好的空间里，可以温柔的姿态，每个人都关爱的文化，风光带给每个人温暖陪伴。谢谢大家哦，大家也都不孤单，感恩我们的策者。我们的庆顺说呢，来唱个新卡北北哦。刚刚呢有给大家唱这样的7字调，是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的论身份地位的。那呢，我们现在来唱个新卡北北，也是我们的7字调，用刚刚一样的这样的伴奏带来唱7字调，以及呢我们小蛋所要唱的这个四盆牡丹百事威。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讲故事咯。新卡北北走三关，带我所以会中武汉，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无算。四盆牡丹百事威，无风无摇好的袂开。等待三个来降落水。回心好的巧可以。这是呢我们传统的7字调，用这样的新卡北北走三关。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分鬼一港王宝钏抱歉，这个大舌头这个四分鬼一港王宝钏。还有呢，我们这个四盆牡丹百事威，我们的小蛋呢所要背的这样的曲调欢迎大家做分享也欢迎我们的庆顺做分享。那呢如果要购买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也有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连结哦。当然呢，在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LINE群组连结那LINE群组呢是匿名的群组，但是呢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叫做呢，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群组？如果呢，像前几天哦，有一个民众呢，他加入的理由呢，写说想了解呢这个经营以及销售哦，那呢，这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为了文化戏曲来，我就没有确认他哦。但是呢，万一你是线上的好朋友呢，也别忘记哦，跟我讲一下哈，你就是那个好朋友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会继续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哦。我先来呢跟大家做个互动，念一下呢大家所有的留言哦。这个呢我们这个小蘑菇说，怎么会跑这么多人进来哦？哇，感恩大家呢欣赏雨涵的广播电台，而且哦，尤其我们这一台呢是没有买任何人数。也没有呢，没有买这样的订阅人数哦，所以说呢，大家聆听到这样的电台呢，非常非常的有福气。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我们的直播节目雨涵电台，先帮我们订阅起来哟。那呢，会跟大家讲一些文化、新闻等等之类的，跟大家线上聊天哦。那欢迎我们的庆顺分享。欢迎我们的小蘑菇也帮我们做分享，而且呢，介绍很多的观众朋友进来哦。我常常呢在笑称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这样的朋友呢，说不定听不懂歌仔戏，也很多朋友他是听不懂歌仔戏的，但是他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觉得呢非常的欢乐。那呢，跟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我们呢12月14号国历12月14号呢，在台北的这个戏曲中心有这个歌仔上青的专业组的比赛，这个复赛哦。那现在开始呢，可以呢去锁票了，上这个歌仔上青的网站呢，可以开始锁票了。我也推荐呢一些朋友呢一起去做聆听。但是呢，不用太期待钱淡雨涵所唱的因为呢，我常常说我都是呢这个没有比赛运的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呢常常没有这个比赛运啊我有去高雄看演唱会吗？当然是没有这个演唱会呢，通常我也抢不到票这个都是命中注定。感恩呢我们皮筋儿小蘑菇以及伟成的掌声鼓励，感恩你们大家呢互相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策哲说呢，文化的观感，每个人呢都有温暖。信心满满，不会孤单哦。短暂的时间呢，推广文化，每个人呢都这样子热到胸怀，以及呢温暖的气息，帮助我们呢心灵的召唤。感恩我们的策哲。跟大家呢分享一件好消息由于呢我上礼拜去到我们这鼓山呢做了一场日照中心的这样子也是类似像演讲，然后跟他们做互动。那呢我发现自己的设备不足，那呢去到鼓山这间日照中心呢，我也觉得说呢他们的这样的设备呢唱起来也不好听，所以说呢我当天我几乎都用按那霸虾球。什么叫做霸虾球？就是呢，直接用这样子直接唱的啦，没有透过麦克风的。那呢，我今天也跟我的这个音响师傅呢下定了比较高级的音响，所以呢，未来在这样子的日照中心的推广，以及呢开一些实体课程啦，或者是我们来一个同乐会呢，我们就有音响可以做使用了，而且呢是比较高级一点点的所以说呢，先来一个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善的循环，那呢也刚好政府普发1万，那我就贴点钱，大概几千块呢，再贴点呢，就让我们呢再升级更高级的音响感恩大家。
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呢，有一则呢是说呢，大家知不知道哦？现在的博爱座已经改成叫做优先席哦。为什么要改成优先席？也就是呢，不限制呢这个老人呐、孕妇啦等等之类的呢，才能坐这个博爱座。所以说呢，把它改成优先席哦。但是呢，今天有一则新闻哦，这个外籍的这个人呢，他因为这个月经来啦，所以说呢，当然肚子也痛啊，头也痛啊，全身酸痛哦，所以说呢，他就先做了这个优先席。想不到呢，被一个妇人这样子彪骂。那呢，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发起之后呢，就开始呢有各式各样的人开始呢，一起加入哦，就怒骂了呢这个外籍的女子。那呢，这个外籍女子的朋友啊，也帮她讲话，说呢，她的朋友呢，其实是因为呢这月经来啦等等之类的结果呢，还是呢被骂了，被这一群群众呢给骂了哦。所以说呢，台湾人我们大家呢，自己要发起爱心哦。这个优先席呢，之所以已经把它改名称了呢，也就是因为现在呢，不止我们的老人可以坐，我们的残障人士可以坐，我们的呢这样子的孕妇可以坐。其实呢，你只要身体不舒服呢，甚至你需要这个座位呢，都可以先坐哦。所以呢，大家呢广为宣传，大家呢互相照顾一下，感恩大家。也欢迎呢我们的 F 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哦，欢迎你来剪细轨哦。很久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了，那呢我们也慢慢的在做转型，也把它呢变成呢一个呢可以一边来听新闻的节目哦。那你就知道呢，前淡雨涵呢这个主持人呢非常的用心哦，让你们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没有白花时间哦。那也可以一边来聆听新闻的小知识哦。那你之所以呢看到我现在还穿短袖哦，是因为呢我在台南地区。那呢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大家呢都有在计算呢，我们的淑芬姐呢几天没有上来咯，所以说呢，你上来都要特别打个招呼，不然呢，这个蘑菇呢以及线上的大家呢都紧盯着我们淑芬姐哦。真的，我们刚才呢，蘑菇就已经在召唤我们的淑芬了哦。那呢，之所以呢，因为我在台南呢，所以我现在还穿短袖。但是呢，北部的朋友、中部的朋友，甚至东部的朋友哦，今天晚上已经开始变凉了，对不对？然后呢，甚至我们南部地区哦，在我们的半夜的时候呢，也会开始变凉咯。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呢保暖，要记得穿暖一点哦。等一下呢，来给大家唱个我们的歌仔戏曲调，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在这样的七字连空奏里面呢，我所唱了2个角色，一个男生角色，一个女生角色。那呢，现在来唱一下七字连空奏给大家听。先允许我呢喝口水哦。那大家呢，别忘记哦，先帮我们做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锁水人在，怨夫妻
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呀，实在太乱来。我会受亲像姑娘，受亏又分开，风风计笑你我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春酸叫我自带。往下成烟海，过古迈，冤家当尊啊，当心山子彩，情深渐将兄弟台，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今天呢，所唱的这样子的七字连空奏呢，代表着呢，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男生以及女生呢，他们所吵架之后呢，这个各说各话。你们有没有常常呢，跟人家吵架起冲突的时候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哦。那呢，在我们歌仔戏里面呢，这个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可以呢，这样子呢，这样子用唱歌呢来表现自己的心情哦。那呢，我一个人来诠释两个角色呢，而且呢，为什么呢？叫做钱旦雨涵哦，因为呢，我所做的呢是用真赏下去呢来唱小旦的角色，也就是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呢，我们还是用真嗓，不用假音哦，这是我们的特色哦。等一下呢，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报新闻哦。刚刚呢，大家有互相打了一下招呼，以及呢，我们的雨禾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雨禾。然后呢，这个呢，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蘑菇呢，你有听这个印尼乐团吗？有2团哦，而且呢，看的呢是这个模仿这个 Michael 有像黑人的那一台哦，哇哦，害我都很想看哦，别忘记分享给我那呢，大家如果要加入我们雨涵电台的群组呢，在底下的留言区，在底下的连结有这个我们的赖群组，那欢迎大家哦那呢，我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要封锁那个乐团台？这个也太好笑了吧？为什么呢？然后呢，淑芬说呢，雨涵太厉害了，忽男忽女哦，感谢我们的淑芬姐的支持。线上呢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哦。不论呢你听不听懂这样的戏曲文化，在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花1个小时的时间呢，可以顺便来听这样的新闻，顺便呢来听一下戏曲哦。所以说呢，可以忽男忽女给大家来做这样的服务呢，是我的福气哦。
感恩大家。是的，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好好的沟通，没必要打打杀杀。哇，这个还蛮厉害的，形容成打打杀杀哦。就算呢，嘴巴呢也可以臭嘴伤人哦。哎，真的哦。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现在呢，这个不爱做改成叫做我们现在的优先席，也别忘记不止这样子的老人家啦，我们的长辈族群，我们的残障人士。以及呢，我们的孕妇，其他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身体的病痛啊，其实呢，也可以都先做我们的优先席。那呢，如果有其他的这样的民众呢，对你有些质疑的时候呢，我们大可呢这个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我哪里不舒服，那他要骂呢，你就让他骂啊，当然呢，不要引起这样的纠纷，不要引起这样的争执以及打打杀杀这样子是的，欢迎我们的 F 大大呢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他再一次的掌声鼓励。害我都好奇哦，为什么呢？不去听那一台雨涵下播呢？可以呢播什么？可以播看看哦，可以去看看呢。或许呢，可以转得到这样子的这个印尼的乐团，甚至呢模仿这个 Michael 很像黑人的哦。感恩我们的淑芬姐的推荐呢，害我真的都想要去那一台所看看了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今天有好多线上的好朋友哦，都欢迎你们上来。甚至呢，有我们这个小琉球的朋友，以前呢都常常上来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这个小琉球呢，也算是我们台湾的外岛哦。这个屏东的小琉球，害我真的很想要吃这个麻花卷啦。这个呢，我唯一知道的这个龙赞呢，真的是非常好吃的麻花卷。然后呢，它还有这个黑胡椒口味的啦，梅子口味的啦，海苔口味的啦，各种口味的，我真的是超想吃的啦。另外呢，讲到吃呢，不外乎呢就要配点饮料，对不对？来跟大家广告一下呢，这个五分埔地区呢有这个饮料店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在我们的五分埔地区呢，有这个饮料店呢，在这个2楼哦。为什么呢？它在2楼呢？原本它开在这个店面呐，结果呢，因为都请不到员工，那呢，这个煮茶也要员工啊，这个泡茶呢也需要技术啊，结果呢，请不到员工嘛，那呢，这个老板娘呢就决定自己呢在自己的自家所做。所以说呢，开在这个五分埔的2楼哦。那呢，拿饮料怎么拿？跟呢，拿钱呢要怎么给他拿呢？他呢会拿一个篮子哦，这样子垂掉下来。那呢，你就把它放在里面。他呢找钱呢也垂掉这个篮子下来哦，让你所拿。蛮特别的饮料店哦。所以说呢，有机会去到五分埔的时候呢，去逛这样的商圈，去买衣服的时候呢，也顺便注意一下，哪一间饮料店呢，在我们的头上，在2楼咯。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也感恩呢大家的关注哦。原本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在这个年底前呢，就想说目标250人的订阅，想不到呢，我们提早破了这样子250这个订阅哦。再来明年度的目标呢，当然要冲到我们500人的订阅哦。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帮我推广雨涵的广播电台。
来呢，有几个新闻呢是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哦。今天的比较大条的新闻，所以说呢一定要跟大家说哦。但是呢，我们还没讲到这个主题，对不对？也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主题哦，很特别，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饮料店哦，居然开在2楼。那呢，你要买这个饮料的时候呢，必须要说老板，我要买饮料，需要这样子大声的喊上去呢，让这个老板呢垂掉这样子的这个篮子下来给你买饮料哦。在跟大家呢来讲这个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咯。今天的主题呢是被抵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今天所要讲的呢不是我本人哦，今天所要讨论的是一间知名的超市哦。那呢，就算呢，你知道呢，是哪一间超市呢？我们也不要打出来哈，保护一下自己哈，感恩大家哦哈，这个大家互相保护哈。虽然说呢，今天这个主轴呢，有点小小的危险哈，但是呢，我并不会讲出来是哪一间超市啦哈。对，阿朱今天有没有美美的？那呢，在雨涵电台呢，当然是问大家说。阿涵今哪里够水水也无哈，这样子，那大家呢，如果有美美的，就帮我们称赞一下下哈。大家知道呢，最近呢，大家在抵制一间知名的超市哦。那呢，有一些人呢是银行卡被盗刷的啦，有些人呢买到毒鸡蛋的啦，有些人呢因为价格的关系的啦，有些人呢甚至呢过去是员工的，那呢就开始抵制这样的知名超市哦。那呢，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人呢？圣诞树很美。也很特别，对不对？很应景哦！感谢圣诞快乐，先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非常的应景，而且呢，这下面的圣诞树哦，其实呢是我们歌仔戏的头饰哦，是我自己制作的头饰。那呢，因为我很少出去演小生啊，所以说呢，就把它留起来呢，牵个灯呢，把它当做我们的圣诞树。那我们也相当的环保哦，里面装的电池呢是这个充电的电池，可以重复的使用哦，非常非常的环保哈。来，继续呢跟大家继续聊下去。那呢，你是否呢也是抵制的这样的其中一人呢？那你觉得呢？不管是一个人呐，甚至一个企业啦，甚至一件事情呢？如果被抵制之后呢，你觉得这个企业啊，一个个人啊，或者是这件事情，他会去检讨吗？还是呢，他检讨的是底下的员工呢？所以说哦，我常常说呢，抵制呢，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就犹如呢，今天的主题问大家说呢，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大家呢也都可以提出来哟。如果你觉得是好事，也都可以呢跟大家讲；如果你觉得呢是坏事，也可以跟大家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抵制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哦？那当然呢，也不要讲出这间知名超市的名字哦。大家呢互相保护一下自己，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我们呢，这个小蘑菇以及呢我们的淑芬姐聊天聊起来就是不是泰山哦。然后呢，互相的称赞之后呢，写说你很棒哈。那呢，我以为我们的淑芬姐是称赞我啦，想不到呢，你竟然是称赞这个小蘑菇，害我吃醋了啦哈。
没有啦，哈，不会吃醋了哈，因为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大家就是一个欢乐的频道哦，也感谢我们的 F 大大的支持哦，以及称赞哈这个圣诞树呢，你看可以非常的漂亮哦。再来呢，来唱一下歌曲，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讲今天的新闻哦。有关于呢这个毒虫以及呢这个母子的口角呢，想不到呢居然来烧车，还有呢离谱的法官，还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哦。那呢我们慢慢的呢来跟大家一一来做介绍，可以介绍多少我们就尽量的去给他做介绍哦。做的头饰很漂亮哈，这个哈先给它截图起来，优秀的称赞哦，掌声鼓励鼓励。我常常说呢，我听我自己的专辑哦，然后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呢，我出去玩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妈妈讲，我的母亲啊，然后还有我的爸爸说呢，是上咧出这个专辑哦，够好听的好听啦，这个百听不厌啊，那个对吼。结果呢，我妈就说哈，你真正哈很不谦卑呢哈，到底呢是在嚣张几点的这样子哈。这也是呢，跟大家讲个小小的笑话了哈。我在家里呢，就是也是一个搞笑人物了哈。那呢，我们来听一下歌仔戏曲调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都是七字头的，也代表呢是我们的七字调的延伸版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讲故事喽。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硬。动手假使要医生病，待好恁口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为爹娘红彩哩，风风翻边冲了去，阮泪去流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天，听歹八宝应受见。驸马无够妻情面，并个亡羊平阴。这是呢我们的七字连以及七字摇板哦，还有我们的带七字一。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因为他非常的生气，用这个藤条呢来打金枝哦。打完之后呢，当然代志大条啊！我一个驸马的人哦，我居然打了皇上的女儿，也就是公主哦。打完之后，当然我要赶快绕跑啦。所以说呢，他就先唱这个七字连。到后面呢，这个七字摇板以及带七字一哦，是我们的公主呢非常非常的生气。当然呢，这个打坏了这个封官也没关系，这个呢拆坏我自己的衣服哦也没关系。但是呢，表达说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哦，我一定呢要找机会呢跟我的皇上爸爸说呢，这个驸马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哦。然后呢，我们的小蘑菇呢也哈哈大笑哦，是吧？我就说哈，这一张专辑呢，真正哈出掉就好听爱了哈，真的是呢，是谁出的这一张专辑哦？怎么这么好听呢？哈，开个小玩笑哈，平常哦不会这么的不谦卑的啦，不谦虚的啦哈，这只是说呢跟大家开个小玩笑。
再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桃园的新闻哦。有一个毒虫呢，哇，它逆向了哈，以及呢，这个警察在追它的时候呢，它当然就是挣扎了，赶快呢，当然横冲直撞哈。欢迎我们的 Japan 的朋友，我们的绝口九雄。这时候呢，一定要赶快求救我们的心术师兄哈。这个会这个日文的朋友呢，赶快哈，我们的心术师兄赶快来救我喽！这只有呢，我们的心术师兄呢有办法救我了哈。当然呢，这个毒虫呢就开始开着他的车啊，开始要逃逸了哦。那呢，就从这个市区呢逃到我们的龟山区哦。那呢，这个警察大人呢，当然就开枪了，开了8枪呢，射了这个嫌犯的这个轮胎哦。当然呢，逮了这个嫌犯下来了哈。所以说呢，抓到这个毒贩。但是呢，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没问题，赶快去把他抓回来，赶快救这个钱蛋雨涵因为呢，日文以及呢这个英文呢就是我的一个破口我绝对不会的东西，所以说呢，赶快去抓他回来感恩我们的小蘑菇以及我们的伟成，赶快去抓喽！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新闻呢，有关于这个母子的口角。你是否呢在家庭方面呢，也常常跟不管你的爸妈啊有点口角，甚至呢你的小朋友跟你有些口角呢？居然呢有一个男子因为呢跟妈妈有出了口角，所以说呢就拿这个香蕉水在这个母子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汽车旁边呢，泼洒这个香蕉水，以及呢纵火。那呢，当然有路人看到啊，那呢就去劝说一下结果呢，这个男子呢，当然就推了这个路人意思说呢，你不要来劝架了我烧了呢，就是要烧了这台车子这样子。那呢，当然呢，最后呢，警察呢有逮到这位男子当然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呢，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酒精啦、香蕉水啦。这些化学的，甚至我们的油漆啦，这一些呢，遇到这些高温以及火呢，都会燃烧。所以说呢，大家尽量呢不要把它放在门外呢，很好拿取的地方。尤其呢，这个男子拿到这个香蕉水呢，是从邻居的门口所拿到的所以说呢，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记得这些香蕉水啦、酒精啦，这些呢易燃的物品呢，也记得呢不要放在你家的门口，以及呢别人好拿取的地方喽。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没有发现呢？各家各户呢很常我们会装一些花窗啊、防贼呀等等之类的。那呢，据研究报道秋冬时期的贼呢是比较多的，因为呢这个秋冬时期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通常会睡得比较熟，所以说呢，秋冬时期这个网络啊，甚至呢新闻媒体呀，甚至警察呢，都建议大家在门口呢装一下监视器，以防呢大家这个有闯空门啊，有这些贼秋冬时期呢，反而贼比较多以及呢，你有没有常常喷香水的朋友？有一位民众呢，
应该是去休息了，没关系啦齁，那就放过他。先欢迎我们的绝口九雄。那呢，因为这个心术师兄跑不见了，所以说呢，没有人可以求救。那呢，如果线上朋友你会日文的朋友呢，也记得帮我们跟这个绝口九雄呢来对话一下，跟他聊个天哦。先感恩你一下下齁。你是否呢也常常喷香水呢？既然有一个女子呢，因为喷香水骑在路上，那呢她戴的这个安全帽是有这个全罩式的，是有这个面罩的。想不到呢，这个蜜蜂因为它的香水味而跑进去这个安全帽里面，遮了她的眼睛。那呢，就差一点引发失明哦。所以说呢，大家选这个香水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呢，太过于香的时候呢，也会引起这个蜜蜂的注意哦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安全咯。来，先给大家呢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都马调，那呢也就是呢我到时候呢要去比赛的歌曲所以说呢大家呢勉强呢听一下听我练习一下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中行必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背条工，将伊使学识识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好下去。公主啊，听你声音，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定做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感恩我们的 F 大大说会得第1名感谢你，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但是呢，我都跟他讲我这个比赛呢，通常没有比赛运，所以说呢，我们不求就是呢，上台唱个歌如果呢过了这个复赛呢，有到这个总决赛呢，那你就等于来聆听一场我的演唱会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呢，邀请大家呢，12月14号呢，这个歌仔上青的专业组的复赛比赛，在我们台北的这个戏曲中心。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锁票。那呢，要怎么锁票？你上你的脸书查歌仔上青，那呢就可以跟他们锁票咯。那呢，锁票完之后呢，别忘记那一天要记得去可以听到很多人唱这个歌仔戏曲调不止钱蛋雨涵感恩大家。以及我们的小蘑菇说呢，你都用香奈儿5号怎么这么好用到我们的香奈儿？那呢，香奈儿如果要叫这个台语呢，有没有人叫做香奈里亚如果讲这个台语的话呢，感觉就有点变怂了瞬间呢，从这个精品呢变成这个路边摊的感觉所以呢，不能毁坏你的香奈儿，你的香奈儿5号呢，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淑芬说喜欢呢用这个檀香
这个老山的香味哦，哇，非常有品味哦。这个呢，淑芬说呢，好听会得名的要有信心哦，感恩淑芬姐。那呢，也欢迎你，如果12月14号这个专业组的比赛，有朋友喜欢的话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的士林这个戏曲中心哦，要记得先锁票才是重点，这样子了哈。那呢，跟大家来广告一下呢，在我们这个11月29号这礼拜六哦，由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讲座，那呢，邀请我们歌仔戏的小天王张欣怡，以及呢陈忠义，还有呢另外一个老师呢，在我们这个开元市场，也就是我们台南这个开元市场的4楼，这个呢开元教室、开元大教室有一场讲座哦，在我们下午的2点到4点钟，大家别忘记如果你有空闲的话，它是免费的去聆听。那呢，我到时候呢也会 po 在呢这个群组里面。有我们的张欣怡，有我们的陈忠义，以及洪慈义老师呢，他们会所做的一场讲座，2个小时的讲座是免费的哦。在我们11月29号，在我们的台南开元市场的4楼这个开元大教室，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开的讲座。那呢，大家有喜欢的话，我那一天也会去聆听一下这些老师呢跟我们讲的话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雨涵电台的群组，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都可以加入咯。是的，今天呢几乎变成你们的场合比较少人发言，那也来一个笑声咯。至少呢今天有好多的朋友上线，不管你是新旧朋友，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雨涵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呢本人来做主持，偶尔呢会有这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那我们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来做直播节目，推广戏曲文化，推广今天的新闻以及明天的天气明天在北部地区以及台东地区的朋友呢，都要记住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在20%左右。那其他呢，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0%但是呢，也别忘记带个雨具带个防备的感恩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一天呢，我的邻居呢跟我们购买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也有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呢他都不好意思出声连打招呼呢都不好意思。那呢也没关系如果呢你有在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就非常的感恩。那呢可以帮我们多做分享，也非常的感恩你。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呢，这一次是我们的经典原味，那呢里面是我们的燕麦片，以及呢这个坚果，还有我们淡淡的黑桃香。那呢里面呢是10片一包，那呢10片一包是我们的100块如果有喜欢的话，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跟我们来做订购，甚至呢加入我的 LINE那呢我来把我的 ID 打上来这是我的 ID， 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喜欢我们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可以呢赶快来做订购因为现场我看一下剩下我们的8包而已所以说呢大家把握机会。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没错，要炒热这个电台的气氛。所以说呢，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感恩我们的 F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伟成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树师兄，还有我们的绝口九雄，还有我们的 F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JOE 大大，还有线上我们的雨禾，以及呢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呢，刚刚都有跟我们打招呼做互动哦，还有我们的柔语，都感恩大家呢帮我们炒热气氛哦，感恩你们。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当然，我们现在要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那呢，听着我的声音，我们呢可以慢慢的吸气以及吐气。那呢，因为我是一边主持，当然呢，你所看到我的吸气呢会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呢，你们可以慢慢来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感恩你的主管，感恩你的同事，感恩你的下属，以及呢，在家庭当中，感恩你的父母，甚至呢，感恩你的阿公阿嬷，甚至呢，感恩你的小孩，甚至呢，感恩你的兄弟姐妹，也是一种感恩。再来呢，也感恩呢陌生朋友，甚至呢，比如说超商的店员，甚至呢超市的店员，以及呢各式各样的路人，我们都可以来做感恩哦。以及也感恩大家呢一起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感恩大家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你是否呢也做了感恩的3件事情呢？先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前旦雨涵呢，前旦呢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前旦。那呢，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分享至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分享至你的赖群组。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伟成说冲冲冲哦，感恩我们的伟成。也感恩呢我们的淑芬，以及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以及呢我们的 JOE 大大，跟大家说声晚安哦，感恩你们的晚安，感谢你们。还有线上朋友也一起跟我们说声晚安，跟我们打声招呼。那呢我们明天再会咯，明天一样是我们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先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推广这个文化的小知识，以及呢当天的新闻，还有呢隔天的天气，跟大家做个预报哈。那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诺
大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明天8点再会喽，大家晚安。心不怕失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乐悠悠。我们的 HALIN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但是呢，我们准备要休息了哈，所以说呢，等一下呢，欢迎你来聆听回放影片哦。明天一样8点钟的直播节目，欢迎你再度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晚安喽。边水天梯那管天波影，结悲在孤单。公主，军内正是怪命，经济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有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军王受礼听。为夺公主不尊刑，驸马怒悔满心兴。一道降兵要万幸。心家爸不将礼敬，听说借我老君的因，为我做伊论好命。怎能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吟。
不有归爱红灰影。